好，那我们接下来就要继续来进行我们的和平使者。好，我们的和平使者呢，已经进入到第几周？在周报的封面有写第10周。好，所以剩下2周就要结束了。跟你旁边说，在2周就要结束了。好，所以我们今日已经进入到最尾声、最后面的步骤啊。那我期待我们每一个人在这和平使者当中，好，我们除了去听、去抄笔记，好，更重要的是学习和运用在你的生活当中。或许在你现在这个阶段、这个年纪，好，你会遇到冲突并不多，好，但是你把里面的真理、把里面的圣经节，好，能够熟记，好，并且能够熟练，好，将来在你一生能够获益无穷，并且能够成为和平使者，使人和平的人。好，那我们用热烈掌声来欢迎许传道，好，盛凯传道。好，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上个礼拜没有听到和平使者的第9讲，所以我在这边呢要用很快的一个时间呢来讲第9讲。来，如果你们翻开周报，在第几页？上个礼拜的牧师有讲章在这边，第几页？第6页。好，第6页呢，上个礼拜是我们在和平使者里面呢第3部分温柔的挽回里面的第3个步骤的部分，就是带1、2人同去。带1、2人同去里面呢，它的一个最主要的经文，来我们看周报的第6页的中间有一个字体不一样的，有一段经文在马太福音18章15到18节。马太福音18章15到18节，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便得了弟兄；他若不听，你就另外带1、2人同去，要凭2、3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可定准。若是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就要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这段经文成为和平使者里面教导我们如何去在面对跟人起冲突的时候，你自己无法解决的时候，你要怎么样来处理？带1、2人同去，一起去劝说对方。这里面呢，在和平使者里面，这段经文包括了5个步骤，它有5个步骤。第一个是饶恕小过错，第2个是私底下谈，第3个带1、2人同去，第4个告诉教会，第5个将对方视为非信徒。饶恕小过错是要让人不会因为小过错而感到害怕。所以这个饶恕小过错，其实在我们每个人生活当中，我们应该都可以做到。私底下谈，有时候我们在面对冲突的时候，我们不要在大庭广众之下去谈论，我们在私底下跟他讲的时候，比较会有那样的效果。带1、2人同去，也就是说，这个冲突无法用包容他的小过错，甚至无法私底下谈的时候，就需要有旁边的人协助你一起去面对，一起去谈。再来就是在谈不行的时候，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要告诉教会，因为教会的牧者、长老，他们能够用上帝的话语这个真理去告诉对方，去让对方明白，在上帝的旨意当中，我们要如何来面对这样的一个冲突。第5个，如果是这个人还是很不听，他还是坚持这个冲突，他依然要那么坚持在这个部分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将他看为非信徒，但是并不是把他离弃在外，而是把他当作一个信徒。我们不是一个信徒，我们重新的来教导他，我们重新的来带领他，使他回到上帝的面前。因此，我们如果这样子来看，在这个部分，如果是再没有办法借由教会的调停去解决的时候，哥林多前书里面也告诉我们说，那我们就此作罢。最后的一个步骤就是走到法院，用法律的诉讼的方式来解决。这当然是最不好的一个结果，因为只要走到法律诉讼的时候，通常我们都是怎样？都是撕破脸了，我们就是靠法院来解决。所以呢，
在这个和平使者里面，要在我们迦南教会里面，要培养一个和睦的文化。这边有提醒我们，要如何来营造一个和睦的文化呢？它当中提到的4点，就是让每个人都渴慕，可以去解决冲突。第二个是让人渴慕呢，靠着主耶稣有那个能力去解决以及面对这个冲突。第3个呢是人人都渴慕有一个和好和睦的关系。第4个呢是教会能够反映出耶稣基督的爱与能力。因此这样来看，这个和睦的文化应该有下面的8个特点。这个特点就有：因渴慕要荣耀神，要有受教的心，要调解人的一个培训，要能持久有毅力的在推动这个和睦的文化。每个人都要能够负责任，愿意悔改，去行上帝的公义。每个人都能够原谅人，饶恕人。每个人跟人之间有一个和睦的关系，每个人都可以见证主耶稣基督的爱。所以，如果从带1、2人同去，并不是要去指责对方的不是，而是要靠着神的恩典，使我们跟人之间的沟通，我们应可以借着神的恩典而得到解决。所以，如果我们无法去面对、去解决的时候，我们必须带人一起去。所以，在这里面，带1、2人同去，只是教导我们在看这样的一个事情。今天我们要进入到和平使者的第4步。进入到第4步之前，我们再来回顾一下。第1步是荣耀神。荣耀神里面，我们第1讲我们讲过，冲突是带来一个好机会。冲突带来什么？有人说冲突就冲突，带来什么好机会？所以我们可以再回去思想一下，冲突是带来一个机会，使我们成长，使我们改变，使我们能够去面对我们自己能力所不能及的，使我们能够有这个机会，使神的恩典再次临到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在荣耀神里面，我们还有要过一个和睦的生活，要信靠主去行善。在第2步里面，我们不单单只是看到那个冲突是对方的错，我们更要看见自己眼中的梁木。所以我们要去思想的是，这个事情值得去争吗？有时候我们为了小小一件事情，我们就会跟人家争得面红耳赤，那真的是值得吗？冲突其实孕育在我们内心当中，有时候是因为我们内心的一种渴望、一种想要产生的一种偶像，使我们被这个东西给束缚住，所以我们就会从心里面去跟人家起了冲突。所以在这里面要除去自己的梁木，我们必须要认罪，因为唯有我们真的在神的面前认罪，我们才能使那个束缚得到释放，我们才能得到自由。在第3步里面，温柔的挽回是在讲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我们如何在这个当中，我们将这个冲突是把它化解掉，去挽回来。我们要用爱心说诚实话，这个爱心说诚实话是出于上帝的爱，而不要滥用经文。带1、2人同去，我们刚刚解释过了。所以，如果从和平使者的这个3个部分，第1步荣耀神，第2步除去自己眼中的梁木，到第3步温柔的挽回，这前面的3个部分，都是在告诉我们，如何我们要站在圣经真理上面的去面对这个冲突，也就是教导我们观念，让我们从内在我们自己思想去改变到。今天的第4部分，前去和谈。前面只是一个教导，让我们明白知道，在我们面对冲突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我们内心的世界应该怎么样建立。第4部分就是一个行动了，好不好？告诉你隔壁的人说，我们要开始行动了。前去和谈的第1步是要饶恕对方，如同神饶恕你。来，我们一起讲一次这句：饶恕对方，如同神饶恕你。当冲突发生的时候，我们要看的是神给我们这个好机会，因为依照圣经的教导，我们可以借着这个冲突去容神益人。在这个冲突当中，我们可以让自己越来越像耶稣基督，我们去学习耶稣如何去面对冲突。当冲突发生的时候，
我们也要以荣耀神为中心，先自我检讨，再帮助对方也能知道他的一个责任的部分，然后再进入那个和好的这个目的。所以和好的真正的意思是什么？要和好，我们就必须要先去饶恕对方。真正的饶恕要做到怎么样的一个程度呢？这是我们今天等一下会探讨到的。饶恕和和好可以靠自己，靠我们人去做到吗？有人说可以，但是我们等一下会讨论到，真的是可以吗？我们的饶恕跟神的饶恕有什么样的关系？所以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马太福音第5章23到24节，来，只有两节而已，我们一起来读。来，请。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和弟兄和好，来献礼物。第二段经文是哥罗西书3章13节，我们一起来念。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了人。饶恕对方，如同神饶恕了你。上帝爱我们，我们每个人都有过犯，我们每个人都犯过错，但上帝的饶恕是有条件的吗？这个是让我们思考的部分。我们能够靠自己去饶恕别人吗？其实是不行的。我们靠自己是无法完完全全的去饶恕别人。有一句话说：“我原谅你，但是我无法再跟你有亲近的关系，或者是恢复到以前的一个关系。”这个是真正的饶恕吗？有可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会跟我们的同学、跟我们的家人，可能会起了争执，然后起了争执之后，碍于可能大环境的因素，你可能跟他同一个小组，你必须跟他一起完成一个期末的作业；可能是你在工作职场上，你必须跟他是同一个 team， 你必须完成一件公司所交办的事；可能是在你的家庭生活里面，你必须住在同一个屋檐下。当你们发生冲突的时候，你说：“好，我是基督徒，我有来教会，所以呢，我饶恕了你。”可是你真正饶恕他吗？你可能开始摆脸色给他看，可能你看到他你就闪躲的，可能你面对他的时候，你说话的口气就不是很好。所以这个是真正的饶恕吗？你说有，我饶恕了他，嘴巴说啦，我真的饶恕他啦。可是你的行为、你的态度表现出来的是真正的饶恕吗？要饶恕人是主耶稣的命令，在以弗所书里面4章32节说，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我们过去的过犯，其实神都知道，他饶恕了我们，他让他的耶稣他的爱子钉在十字架上，用他的宝血为我们罪洗净了我们的所有的过犯。为了我们的罪，他钉在十字架上，他饶恕了我们。主怎么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饶恕人。主耶稣饶恕了我们，有算次数的吗？耶稣说：“你要饶恕这个人70个7次。”听有人说那就49次，我就搞他犯到第50次的时候，我怎样不饶恕他？不是这个意思。7代表一个完全，我们饶恕人要从内心里面完完全全的去饶恕人。我们要怎么样饶恕人？除非是我们的心被神所洁净，被神所改变，否则那个伤害的记忆，那个感觉依然会在我们的内心里面，会苦毒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话语，使我们无法再信任别人，与人建立关系。当我看到这一段文字的时候，我就回想到，在我国中的时候，身高，我如果印象没有记错，我那个国中的时候好像才120还130而已，很矮哦。那时候我坐在第一排的位置，
我们班上呢有一个很高大的，至少在那个时候我看起来他是一个很高大、很